いで一番の姫様そういう扱い心よね。喂，又嚟料啦！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就係佢啊，布魯可積木模型啊，初音未來啊，奇蹟版啊。咁啊，望一望個盒先啦，就前面啦、側邊啦、後面啦。咁馬上事不宜遲啊，即刻同大家開咗佢先。OK， 咁開出嚟咧，今次嘅配件分佈咧就係咁樣嘅。咁分別咧有4包呢啲嘢嘅，咁一陣間就同大家砌咗佢啦。咁啊，另外見到我哋主角嘅主要嘅配件啊，咁啊，同埋最緊要啦，說明書啦，彩色一本嘅。咁我都係第一次砌啊，咁唔知砌幾耐啦。咁馬上事不宜遲啊，即刻同大家砌咗佢先。OK， 花費啊4個字啊，勁快就搞掂啦個成品。喂 ，OK 喎，好靚女喎。咁啊，埋少少俾大家望真呢個樣先，唔錯嘅。啲頭髮又做翻啲漸變色嘅，裙嗰啲咧全程都係軟膠嚟嘅 ，OK 嘅。咁啊，望一望先，前面啦、側邊啦、後面啦。馬上同大家玩下個可動先。首先頭髮轉得添嘅，又可以調校角度。去到個頭啦，個頭轉順暢啦，左右拗，前後耷，雙手平舉。體操選手啊，冇難度啊！呢一 part 接到咁多嘅，雙手旋轉調校角度冇問題嘅。去到上身啦，上身轉動，左右前後耷。雙腳平踢，因為條裙係軟膠啊，一字馬啊輕輕鬆鬆冇難度啦。前後踢呢一 part 轉得嘅，呢度接到咁多，腳板前後，腳尖左右。咁可動咧，大致上就差唔多啦。我哋馬上睇埋啲配件先。OK， 咁配件方面咧就有咁多嘅。咁首先面相方面咧，有2個咧係經已印咗個樣上去嘅。第一款啦就係笑緊開口嘅樣啦，之後就係單眼笑緊開口嘅樣啊。咁啊，跟多3個要貼水貼嘅表情俾大家啦。咁第一款咧就係 O 緊嘴啊，櫻桃小嘴嘅一個嘅表情啊。第二款亦都係一樣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開心啊，開咗口，擘大口嘅樣啊。咁啊，但係因為我技不如人啊，水貼我貼衰咗之後咧，我放棄啊！咁啊，睇下大家想貼翻邊一個啦。咁手型方面咧會有4對嘅。咁首先呢3對咧就左右手各一嘅。第一款攤手啊，一啲造型手啦。之後就係揸咪啊，或者係揸葱嘅手型啊。第3款手指指嘅手型啊，咁呢2款咧係左右手唔同嘅。首先呢一個啦，呢一個咧都係揸嘢嘅手型啊，咁但係咧就係放鬆少少嘅。
咁至於呢一個係咩手型咧？右手嚟嘅，右手就係揸住塊 pick 啊，彈吉他用嘅一個手型啊。咁講得吉他，自然梗係跟翻個吉他俾你啦。喂，好鬼正喎，有埋條帶喎，咁真係可以俾翻初音孭翻上身嘅。咁啊，亦都有佢支咪啦，有埋個咪 stand 嘅。咁支咪可以獨立拆翻出嚟嘅，冇問題嘅，真係有翻粒掣嘅，有個開關嘅。之後跟翻個 keyboard 啊，俾翻個電子琴俾大家。咁最後啊，梗係要俾翻兩棵葱俾大家啦，都有跟翻俾大家嘅。咁配件咧就係有咁多嘅。咁馬上事不宜遲啊，即刻揾一揾佢，影一影啲相，擺啲 pose 俾大家睇一睇先。今次隻初音未來俾我嘅感覺咧，喂，真心我覺得正喎，淨係砌啊，唔使用剪鉗，唔使用道具啊，4個字可以搞得掂啊！呢個就經已係抵讚啦。分析又分齊，唔使貼貼紙。除咗其他嗰啲水貼、啲眼睛嗰啲之外咧，基本上全程咧就咁徒手砌咧已經搞掂噶啦。配件又多啊，又跟吉他，又跟個葱，又跟咪 stand 同埋個電子琴啊！喂，呢啲全程係抵讚喎。仲有一個支架連地台啊，頭先都唔記得咗講啊！喂，淨係跟埋呢個啊，都已經值回票價啦，又印翻初音未來個字落去喎。真心個成品出嚟，喂，真係冇得頂喎！佢拍埋1:12嘅公仔度玩，我覺得唔錯喎。咁對佢有愛嘅師兄們咧，我覺得喂可以入手啊呢一隻。咁馬上事不宜遲啊，最後為大家送上菜單先。世界で一番の姫様、そういう扱い心よね。あらささやりびたびびんさばりんびんるんでんなんどわばりささパリパリザリビリビリビリステンデンなんどやばりんなんでわらばる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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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言えるまびなりんなんでなんどただただただぶぶでやるあらささやりびたびびんさばりんびんなんでんなんどわばりささパリパリザリビリビリビリステンデンなんどやばりんなんでわらばる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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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言えるまびなりんなんでなんど咁今集呢，大致上呢，就差唔多啦。麻煩咁多位呢，如果係鍾意小弟拍嘅片呢，希望可以幫我撳返個 like 啦、訂閱啦、分享啦，同埋撳埋底下嘅鐘仔啦，麻煩晒啦。另外我仲有開咗個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專頁㗎，有時間大家可以去交流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